台南知名的武圣夜市传出惨叫声，原来是小型的海盗船在网络上掀起话题，有人说是真的刺激，带小孩去玩，超级担心会荡到飞出来，还有人觉得危险，甚至好奇有没有保险。记者来到现场，坐一次只要60元铜板价，也实际坐上去体验。哇！他被甩出去了。真不是盖的，近2分钟的搭乘真的会晃到90度，超级高，直接让人头晕，好玩程度不输游乐园。到上空的时候坐不到椅子，很可怕。比剑湖山好玩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屁股从来没有在椅子上过。对，你会觉得你会飞出去。超过90度吗？有。安全，你觉得安全吗？它其实扣蛮紧的，有待加强。虽然好玩，不过安全不安全仍被打上问号。市场处表示，业者有申请，也有保险加定期保养，除了会固定稽查之外，也会再三确认机具牢不牢固。武圣夜市的这个海盗船设施，他们在114年的1月23号，他们是有点据相关的书件跟市场处提出申请。那这些书件里面呢，当然要包括他们是不是有设立告示牌，是不是有设立这些投保这些公共安全责任险，以及出具证明的合格等等。那我们市场处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去夜市去做一个稽查，以了解他们有没有依照相关规定去处理。民众不用到游乐园，来夜市就能玩，还更便宜。镜头来看吃的，蒜苗淋上糖浆变成糖葫芦，竟然还有青椒、辣椒、小黄瓜也没缺席，让不少逛夜市的民众停下脚步，好奇询问。不仅冲击视觉，还要挑战味蕾。记者周怀腾的报道。